Hello，大家好啊！你有冇聽過有一種食物能夠除百疾？喺《本草綱目》嘅裏邊，蓮藕被稱為靈根，生食又得，熟食又得。我哋今次會講下蓮藕嘅益處，生食同熟食嘅分別，最後會整一個生榨蓮藕汁。蓮藕可以提供好多嘅營養，例如維他命 B 集可以安定情緒。蓮藕維他命 C 嘅含量非常之高，喺100克嘅裏邊已經有42毫克嘅維他命 C， 拍得住橙類。而佢鉀嘅含量更加高，有成200個毫克，拍得住香蕉類。佢亦都含單寧酸同埋維他命 K， 對血管健康好有益處。蓮藕又稱為血管嘅清道夫，喺裏邊一條條嘅絲可以幫助我哋清除血管裏邊嘅污物。生嘅蓮藕性質甘涼，能夠治出血症，例如出牙血、流鼻血、便血或者係尿血，亦都能夠清肝熱、幼生津，同埋涼血散瘀。小朋友流鼻血，飲蓮藕汁好有效，就止血。亦都有朋友痔瘡出血，飲咗蓮藕汁好快就止血。除咗蓮藕汁，可以將蓮藕切薄片，再用水焯1分鐘，加調味，涼拌蓮藕都係生食嘅一種方法。將生嘅蓮藕煮5至20分鐘，就可以變成熟嘅蓮藕。熟嘅蓮藕性質甘溫，可以補益脾胃、止瀉，可以補氣養血。熟食嘅方法非常之多，可以整蓮藕餅，或者煲蓮藕湯。其實有好多癌症嘅病人做完化療之後，都煲一個湯，將蓮藕、紅腰豆、紅棗加生薑、腰果嚟到煲湯，可以增加血裏邊白血球嘅數量，增加鐵質，增強免疫能力。大家要留意自己身體嘅狀況，然後選擇適合烹調蓮藕嘅方法，咁樣先至能夠為自己嘅身體帶來益處。譬如有人流鼻血，就應該選擇生嘅蓮藕汁，止咗血之後就唔好再飲，因為生藕汁比較寒涼。
食用生嘅蓮藕嘅時候，大家要注意安全衛生，因為生嘅蓮藕可能會有細菌或者寄生蟲。除咗要洗得乾淨之外，我哋可以用滾水快速汆燙蓮藕，又或者可以將蓮藕汁隔水蒸熱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